Hello，毓民，你喺你咁耐嘅職業生涯裏面咧，你有乜嘢最深刻嘅事情啊？我覺得最深刻嘅事情都可能真係我18歲第一次代表香港去亞洲青年錦標賽攞金牌啦。咁嗰個係一個我覺得職業生涯裏邊一個比較難忘嘅時刻嚟嘅，係同埋一個係叫做由part-time 運動員轉折成為一個 full-time 運動員嘅一個契機嚟嘅。我覺得喺職業生涯裏邊嘅話，最多謝咁當然係教練啦。咁教練就俾好多空間啊，好多時間我去，同埋好包容我啦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比較曳嘅運動員啦，同埋即係我都會比較多謝自己肯去堅持落去嘅。因為我覺得即係去到呢個水平嘅運動員，咁其實自己嘅因素係會比較多啲嘅。如果想睇更加多嘅運動員專訪嘅話，記得睇我哋 JSR 嘅 Facebook 同 YouTube。